早上6點。新城廣播新聞報道。而家由余寶瑩報道新聞。元朗屏廈路沙洲里村一個貨倉發生火警，消防人員凌晨將火救熄，事件中冇人受傷。警方琴晚大約11點接報話，沙洲里村一個貨倉起火，火勢迅速蔓延。消防趕到現場開喉灌救，現場升起濃煙，火勢一度逼近附近民居，大約50人需要疏散到安全地方。據了解，起火嘅倉庫屬於一個汽車維修中心，現場一度有風煤樽爆炸。警方初步話，受影響火場面積大約20米乘30米，消防出動3隊煙霧隊及3條喉灌救，火勢已經被救熄。